兄弟结义，扼杀一个外人，从此兄弟的命就是命，其他的皆可杀。这就是投名状。记着我张脸，下次投胎找我报仇。纳投名状，结兄弟谊，死生相托，吉凶相救，福祸相依，串难相扶。外人乱我兄弟者，视投名状，必杀之；兄弟乱我兄弟者，视投名状，必杀之。当匪，我们要当最大的，一出头。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传扬？金丹第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为人师。少林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传扬？金丹第武艺举世无双，少林寺为人师。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，少林寺美丽辉煌，千年的故事，神秘到处传扬。金丹第武艺举世无
少英雄好街头来把你记。